主和2024年7月20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先解谱系之营养战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历代志上卷第7章第1节到40节。以撒家有4个囝，德拉、普瓦、亚述甲申伦。德拉有6个囝，乌西、利法雅、亚力、雅麦、约伯散甲撒母耳，拢是德拉宗族的族长。伫因的世代是强猛的勇士，伫大笔的时代，因的人数有22600个人。乌西有1个囝，以斯拉希，甲伊4个囝，米迦勒、俄巴底亚、约尼、伊时雅，拢是族长。因领导的人照因的宗族世系，话当交战的有36000，因为因的某甲囝真侪。因共以撒家支族的兄弟有登录伫家谱强猛的勇士，拢总有87000人。便雅悯有3个囝，比拉、比革、亚贴。比拉有5个囝，以斯本、乌西、乌瑟、亚利摩以及以利，拢是族长。登录伫家谱的强猛勇士，拢总有22034人。比革有9个囝，谢米拉、约亚斯、以利以谢、以利约乃、暗利、亚利摩、阿比雅、阿那督甲阿拉灭。因拢是族长，照因的宗族世系，强猛的勇士有20200人。亚贴有1个囝，pir罕有7个囝，亚乌斯、便雅悯、以弗、基纳纳、谢坦、他斯甲阿希沙哈。因拢是亚贴的后代，是族长，嘛是强猛的勇士。会当交战的人有17200人。也有以尼的囝斯平甲户平，以及阿希的囝户辛。拿弗他利有4个囝，雅实、亚瑟甲沙龙，因拢是毗拉的后代。玛西的细姨阿兰的女子，甲伊生阿苏列甲基列的卡罗者马革。马革甲户平甲斯平各娶1个某，伊的小妹叫做玛加，第2个囝叫做谢罗菲哈，只有生查某囝。马革的某玛加生1个囝，叫做比利斯。比利斯有小弟叫做示利斯的囝是乌兰甲利金。乌兰的囝是比但，这个拢是基列的后代。基列是马革的囝，马革是马拉西的囝。基列的小妹哈摩利革生3个囝，伊斯和、阿比以谢甲玛拉。示米代有4个囝，阿现、示剑、利克希甲阿尼安。以法莲的后代，苏提拉生巴列，巴列生他合，他合生以拉代，以拉代生他合。
塔生萨跋，萨跋生苏提拉，以法莲阁生以舍尼甲以列，即两个人落去要抢家己人的前生，煞互迄所在的家己人杀死。因老爸以法莲为着因哀伤真侪日，伊的兄弟拢来安慰伊。以法莲甲伊的某同房，伊的某就怀孕生囝。以法莲甲伊号名比利亚，因为伊的家庭拄着灾难。伊的查某囝舍伊拉去做顶伯荷伦的伯荷伦，甲乌仙舍伊拉三个城。以法莲阁生利法，利法生利色，利色生塔拉，塔拉生他罕，他罕生拉但，拉但生阿米弗，阿米弗生伊利沙玛，伊利沙玛生伦，伦生约书亚。以法莲人的所有地甲徛起的地区是伯特利甲附近的庄舍，东面到拿兰，西面到基色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示剑甲附近的庄舍，埃雅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我郡马拉西人边界的北线甲附近的庄舍，塔纳甲附近的庄舍，米吉多甲附近的庄舍，德尼甲附近的庄舍。雅各的囝约瑟的后代徛起伫以上遮个地区。亚瑟有四个囝，임나、益西瓦、益西伟甲比利亚，阁有一个查某囝谢拉。比利亚有两个囝，希伯甲马吉。马吉是比撒伟城的开拓者。希伯有三个囝，雅弗勒、索密、何坦，甲查某囝舒雅。雅弗勒有三个囝，巴萨、宾哈甲阿西法。索密有四个囝，阿希、罗加、耶户巴甲阿兰。索密的兄弟何坦有四个囝，索法、임나、示利斯甲阿末。索法的囝是苏亚、哈尼弗、苏阿勒、比利、임나、比色、何特、山马、西沙、益兰甲比拉。益帖的囝是耶夫尼、比苏巴甲阿拉。乌拉的囝是阿拉、汉尼业甲利舍。这个是亚瑟的后代，拢是族长，是受选的强猛勇士，嘛是杰出的首领。除了伫家谱，会当交战的人，拢总有26000。成果谱系之英勇战士，你是毋是捌有过一种经验？就是伫你的目睭前，有一堆你无相捌的人的名，却互你有所感触。对这，我捌有2解深刻的印象。第一次是几若年前参观国家人员博物馆，
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甲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的时，当我面对大量受难者名单，袂禁地涌现复杂的感受。迄数以千计的名，绝大多数是我毋捌的，敢若少数还捌听过。对伫遮个名的印象是来自阅读2·8事件甲白色恐怖受难者相关史料和传记。徛踮遮个亲像圣经家谱所列出的一个一个青云名字之前，我试用恭敬沉静的态度，温柔啊细声读出受难名单中的一部分，去感觉受难的苦痛。比较有感的是，伫2·8纪念馆中念出家己甲屏东的受难者姓名，因为内面有努力护卫过我的家乡的战士。我听讲，七人中有一位，当当时是高中生，带着热血参与围攻家己水上机场的战役。后来伫巴肚流落庆子坟，我还听讲，有一位长辈伫2·8事件期间离开屏东老家了后就失踪。几啊年后，因着政府的平反道歉，厝内的人才确定伊受难的终局。另外一边是为着撰写历代志族谱的信息，我耐心甲经文中的遐个名出声念过一遍，试看感受作者陈列的姓名顺序中所蕴藏的信息。我发现，伫第7章族谱的一大段姓名中间，极大出现7遍战士，中文和合本译做勇士。伫历代志，战士显然是一个常常出现的字，有几若遍对着族谱的名字出现。有关战士的描述，包括因具备作战的技能和英勇的意志两个层面。这肯定了以色列今仔日之所以会当生存，是因为有这英勇的战士，借着作战的技能，英勇护卫乡土的成就。因流出牺牲奉献的血，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安全。因充满勇者的血气，为当当时的以色列保留过去生命的血脉。对以色列社群来讲，若无这阵勇士的牺牲奉献，典范通效法，对巴比伦回归、重建信仰的运动就袂受带动起来。若无这个勇士，上帝对亚伯拉罕家族的应允，恐惊也会停滞伫巴比伦，迟迟无法度重新展开。相反，咱通借着传述各世代祖先中间勇者的名，作为感恩的典范甲纪念，搁对族谱的阅读和承继重新认捌。我是谁？我伫倒位？我伫创啥物？对民间成立的乌熊学院，近年来努力推动台湾民防教育，为着唤起互台湾成做自由之地勇者之乡的意识，继承早日战士的精神，互自由勇气落实踮台湾这块土地。默想，安怎的人是真正的勇者？伊互我甚物模样？安怎的人是真正勇者？伊互我甚物模样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求你赐我勇气，通好，互我会当诚侪见证福音的模样，加入得救谱系家族中间，诚做你国度中的一份子，靠耶稣基督十字架
生命归属伫你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